啦，就要大选啊！中国即马扰乱咱台湾的力头嘛有加强。国防部有公布有发现台海附近有10架中国军机、4架军舰，阁有4粒空飘气球扰乱台湾，其中有2粒飞过台湾中南部天顶，经过中央山脉。国防部是表示，中国是利用这款有哪无的行为来扰乱，进行认知战，干扰民心。 大选倒头算4天，中国扰台嘛是愈来愈强。特别伫台海边有10架中国军机、4架中国军舰，和4粒中国的空飞机轨啊，其中2粒是飞过本岛中南部的顶面，软过中央山脉，关岛拢伫15000尺以上。国防部讲，机轨啊的路径已经严重威胁到真侪条国际航道，研判中国是用铺设地带10架做认知战。主要的目的就是在从事灰色地带的袭扰，中共运用这样一个作为。 就是从事认知作战，影响我民心士气。中国的空飞机轨啊，侵扰是一直来，对峙控制事件，但以来已经连续8天侵扰，加起来数量到20粒。国防部强调讲，若机轨啊对地面是造成严重危害，国军会积极来反制，但若无威胁，要开弹药，甲机轨啊拍落来。视其威胁的程度，还去做相对应的应处。那我们并不会随着它的袭扰，然后就将其击毁。 那这样子呢，很容易就达到中共运用不对称作战的方式，来扰乱我战备应处作为，跟消耗我国军武器的目的。那至于它后续有没有落下的情况，我们会请战区保持着密切的监视。国防部表示讲，目前是无发现鸡龟仔的残骸落伫咱国的境内，但若是鸡龟仔经过人口济国外的所在，会运用联合征战争的手段，含伫军机严密监控。对中国武力威胁的行为，美国国务院中心讲，反对任何干涉，也是恶意影响台湾大选。相信台湾选民应该无受干扰，选出后一任的元首，而且中国停止施压台湾的军事、外交和经济。记者综合报道。